你以為自己已經筋疲力竭，其實只係發揮咗40% 嘅潛力。你唔係做唔到，只係太早放棄啫。當我讀到呢句嗰陣，成個人都震撼啦。我刀槍不入呢本書唔係一本教你積極思考嘅心靈雞湯，而係一本教你點樣面對痛苦、鍛煉心智、逼自己變得更強嘅書。因為冇人可以拯救你，除咗你自己。作者大衛高根斯 David Goggins 出生喺一個充滿暴力同埋種族歧視嘅環境，父親家暴，家境貧困，學業成績差，仲曾經體重超過300磅。喺咁嘅條件下，佢卻成為美國海軍海豹突擊隊嘅隊員，超級馬拉松跑者，世界耐力運動紀錄保持者。佢嘅人生證明咗一件事：意志力係真係可以改寫命運㗎。佢唔係天生強大，而係靠一點一滴咁樣將自己打磨出嚟。高根斯提出一個震撼人心嘅觀念：40% 規則。當你覺得自己已經頂唔順，冇辦法再撐落去嗰陣，其實你只係用咗你40% 嘅潛力。你可以做得更多，跑得更遠，忍得更耐，只係你嘅大腦提早同你講唔得啦。高根斯喺一次超馬比賽中腳掌起泡，膝頭哥重創，甚至大小便失禁，卻硬係要跑完嗰135英里。佢話：你嘅大腦會講大話，但係你嘅意志唔會。呢樣嘢讓我重新審視過去嗰啲我話俾我自己聽我做唔到嘅時候，係唔係真係無能為力，定係我只係太快認輸呢？佢每日對住塊鏡，對自己講出最殘酷但係真實嘅說話。呢個就係佢所謂嘅責任之鏡 （accountability mirror）。佢唔逃避，唔揾藉口，只係問自己：今日嘅你係咪比昨日更強？呢種習慣讓佢一點一滴咁樣突破舒適圈，重新塑造自己。佢提醒我哋：你可以呃所有人，但係你唔可以呃鏡入邊嗰個你。高根斯將意志力比喻為生繭，就好似操勞會令手掌生繭，心智亦都可以喺痛苦中變得更堅韌。呢個唔係自虐，而係一種訓練。佢稱之為磨厚你嘅心。當你習慣面對挑戰，痛苦就唔再係敵人，而係你嘅資產。佢唔只係跑馬拉松，佢係將每一場戰鬥都當作修煉自己意志嘅戰場。呢本書改變咗我對困難嘅定義。真正嘅自我突破唔在於別人睇到你有幾成功，而係喺你面對自己軟弱嗰一刻，願唔願意企出嚟繼續行。我刀槍不入呢本書唔係講呢一啲奇蹟，而係講選擇。選擇唔逃避，選擇唔放棄，選擇逼自己變強。佢讓我相信，當你無所畏懼嗰陣，世界就唔可以再傷害你㗎喇。